婚林土库的顺天宫是真有历史价值的古迹，不过庙司老旧，有真侪所在拢已经害溜溜。庙方已经向相关的单位申请经费，要来征收。台北遮落大雨，庙就会漏水，不管是壁或者是条啊，拢会使看到明显的水痕。这是土库顶内有几百年历史的顺天宫，因为年久失修，庙即卖已经损害甲真厉害。民国25年遐吼，就已经有整修过一遍啦。甲今嘛吼，已经头8、90栋啊，所以吼，经过地震甲风台吼，会吹损吼，已经拢会漏雨，啊，甲壁倒嘛拢有裂去啊。顺天宫毋但是地方的信仰中心，嘛是真有历史价值的古迹。因为庙顶摆大整修已经是要100年前的代志，为了将顺天宫的香火继续延续，庙方已经向相关单位申请修复补助经费。爱经过咱迄个官府的文管处，甲咱迄个文化部，甲一寡学者的审查，才会当落征收。啊，即马拄啊，甲今年才会当顺利已经通过啊。不过，庙方讲，要是等真正开始作业，才会使了解庙实际损害的情形，所以目前真烦恼修复的经费会阁增加。希望讲所有要扶持咱古迹，甲咱土库顺天宫的吼，会当观看，啊，原来会当用累积的吼，阮若5000块以上吼，阮就拢有要刻伫个石碑顶悬做纪念。期待顺天宫整修完成了后，会使继续来修复地方。